迎嚟到由致富證券舉辦嘅2026投資展望講座，搶先佈局全球新機遇。咁我係今日嘅大會主持啦，我叫 Vicky。嗱，今日咧我哋節目咧好豐富，因為請嚟好多重量級嘅嘉賓，同大家講下投資策略啦。嚟緊咧陣間仲有一啲現場嘅一啲問答環節，陣間大家記得踴躍啲要問問題啦。咁不如咧，我哋先邀請我哋嘅嘉賓上台先啦。有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銷售及產品策略部聯席董事李日琳小姐 Barbara 嘅。好，我哋俾啲掌聲歡迎我哋嘅嘉賓啊！嚟緊跟住仲有咧就係花旗環球金融亞洲上市衍生產品部副總裁麥詠儀小姐 Jenny。跟住仲有我哋嘅致富證券研究部聯席董事莊志豪先生 Eric。仲有就係資深投資者泡泡龍 Roger。咁啊，事不宜遲，不如我哋幾位嘉賓一齊影張大合照先啦。嗱，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啦，即係揾到咁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咧就係港股、美股全方位分析咧，啲 ETF 啊同埋輪證嘅部署嘅策略。咁所以大家咧陣間有啲咩問題記得把握機會問啦。咁不如先問咗 Eric 先啦。嗱，見到中美貿易戰咧，似乎個陰霾清咗啲啦。大家冇睇新聞啦？啱啱 Trump 同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好似話傳張紙仔，跟住習近平又笑咪咪咁啊嘛。係咪即係嗰個中美貿易戰嘅陰霾真係清走晒咧？你自己點睇？係咪開始蜜月期啦？有冇聲？有啦聲啦！嗱咁咧首先咧真係好歡迎大家啦，又嚟到呢度啦。我記得咧之前都嚟過呢度嘅。不過我唔記得咗係咪上年啊？朗豪坊隔離嗰間酒店。好似朗豪坊隔離都嚟過一次呢度㗎，係啊冇錯。咁啊今日咧又見到大家，咁所以我真係好開心。咁咧希望我哋就搞多啲啦，同阿 Barbara、Jenny 啊，大家都一齊搞多啲，等大家咧都可以多啲嚟到咧聽我哋呢一個嘅即係投資部署，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啦嚇。咁嗱，咁頭先阿 Vicky 啦就問，喂咁阿 Trump 同埋阿主席啦。係咪 friend 翻啦？即係國家主席先邊邊？嗱咁啦，你都知啦，我每一次咧都好中意同大家有啲互動嘅，即係唔好淨係我講啦，係咪？大家邊個覺得佢哋真係 friend 翻啦？即係中美兩個國家嘅元首真係從心底裏邊係 friend 翻嘅，就拍手掌。請舉手定拍手掌啊？拍手掌啦，拍手掌。喂，有冇啊？唔係，我哋想我有啲掌聲，所以梗係叫大家拍手掌。如果想俾掌聲嘅 Vicky 都可以嘅，OK。嗱，即係你有冇人覺得真係 friend 翻㗎？有冇啊？喂，冇喎。會冇喎。冇，咦咁嘅？我想呃兩下掌聲都冇。呃兩下掌聲都冇啊！算啦，唔緊要啦。有都有啲。多謝。呢個係俾你㗎，唔係俾我嘅。咁咧係啦，咁即係大家咧都覺得喂唔係真心 friend 翻喎，即係其實大家心裏邊都有個答案啦，係嘛？咁所以咧今次似乎咧，即係我唔知係咪反映緊咧星期五咧個市係咪突然間跌翻落嚟咧，係嘛？仲要穿埋26000咁樣，可能大家就覺得喂搞唔掂啦，個市死啦！嗱，咁我自己嘅睇法係點樣咧？咁同大家都一樣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中美嘅關係其實就真係即係冇可能係會完嘅，即係沒完沒了啊！因為其實兩個大型嘅國家咧，其實一定係其中一個崛起。我之前同大家講過，一個國家崛起，一個國家就即係衰落啦。你見到其實會啦嚇。邊個我就答你唔到啦，OK？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有兩個國家爭拗嗰陣時間，其實全球都會混亂啦。嗱，呢個係比較明顯嘅。咁你其實而家見到一個比較明顯就係美國好明顯啦，就要去中國化啦，係嘛？即係要將啲產業鏈搬去東南亞啦，搬去歐美啦，咁樣呢樣各樣啦，係咪？咁但係中國方面咧，喂，都唔係即係我哋都唔渣噶嘛，我都知道你做呢樣，所以我哋就令到即係話，喂，我要喺個稀土方面去限制你。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係不停咁互相去打啊！咁但係最大個問題就係咩咧？其實而家即係我哋叻嘅地方係咩咧？即係用時間換取空間，咪話呢個字我新學嘅，即係時間去換取空間。點解啊？喂，我而家同你傾完之後，你即刻減關稅喎，啱唔啱啊？但係我就喂，你叫我入大豆啫，冇問題㗎。你見到嗰個 terms 好得意嘅，喂，增加大豆入口嘛？有冇增加幾多啊？10噸、100噸、1000噸？嗱，其實阿 Trump 第一次做總統嗰時咧，我哋都玩過佢一嘢㗎啦，咪增加咯。但係我就即係我哋都做過啲統計，就係喂，原來咧係 Trump 嘅當其時咧，根本上中國都冇乜增加，即係冇入口啊，冇入口美國一路拖到中期。嗱，其實大家知道啦，美國係選舉制度咧係2026年就中期㗎啦嘛，咁佢咪一路拖咯。
嗱，我增加入口咪拖咯，稀土咪慢慢拖咯。你問我有冇違反協議啊？冇㗎，其實我咪慢慢入啫嘛。但係個問題係咩啊？你係降個關稅係即時喎，我啲船就即刻上船，然後即刻運去你嗰度啦。我係即刻賺咗你個關稅喎。但係你要我入口冇問題，慢慢入。嗱咁咧，其實阿 Trump 都唔係省油啊嘛。經過第一輪之後咧 ，OK， 佢真係話好快佢就會 review，喂，你中國有冇真係入我啲大豆啊？中國有冇真係履行你嘅諾言啊？如果發現嗱冇嘅話咧，又會重新出現多一次。之前咧係咪突然間有一個禮拜6日，大家咪好驚嘅？突然間星期5一講完，哇！即刻冧咗嚟。不過唔緊要嘅，星期1阿 Trump 做翻個市上去唔緊要，冇事係嘛？其實咧即係話，我哋未來會預見一個常有咁嘅恆常性嘅發生。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嗱，今次嚟講啦，咁大家都係短線嘅啫，係咪？即係話嗱，你做 review 你都唔會一個禮拜後做 review 啊，係嘛？起碼就3個月 review 啊，即係起碼我3個月阿 Trump 先叫嗰個商務部長為你幫我睇睇。中國方面有冇真係增加我哋入口？有冇落多啲訂單？有冇履行佢稀土嗰個責任？起碼都3個月，我自己覺得。咁即係話咩呢？作為我哋啦嚇，而家我俾大家建議就係千祈唔好太長遠啊！即係太長遠嘅話咧，你一定唔夠阿 Trump 鬥嘅。點解呢？因為原來佢係隨時可以沽期指同揸期指嘅。即係我今晚喺白宮傾好，我會出個消息，我自己沽個期指嗱。其實大家都睇到啦，佢唔係佢自己沽啊嘛，佢揾邊個沽啊？揾邊個沽啊？揾佢個仔沽啊嘛！而家佢使鬼自己沽咩？揾呢個仔沽咪得咯，係咪？我個仔沽完啦，好啦，等個期指跌咗落嚟，我星期1冇事買翻。阿老豆同我講叫我買翻上去，又賺啦！即係你而家基本上你係同一班有內幕消息嘅人，而呢班有內幕消息嘅人係合法地有內幕消息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好難同佢鬥。咁所以咧，我嘅建議就係話咩咧？一句講晒，一句講到尾嘅啫，就係絕對唔好揸太長遠。但係我覺得而家如果大家揸嘅話咧，其實會有2至3個月嘅空間嘅蜜月期。應該我自己覺得個股市應該冇乜特別大問題，尤其是譬如話可能美國股市啦，雖然係貴㗎啦，貴極都仲有得貴嘅，放心。咁但係港股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好快講埋啦。我覺得大家趁調整應該要買翻，因為美元啊呢一類型。即係個貨幣應該會慢慢貶值嘅。我自己睇啦，我自己睇啫嗱，唔代表你睇啊。我就算喺我哋嘅節目頻道啦，即係我唔好介意啊，我要扎林宣傳一下先，好快啊！即係我哋宣傳下嘛，大家嗱記住睇我哋啦。如果要每日都睇我講，因為我喺呢度咧，我半年同大家講一次咧，即係一間你聽得唔清楚啊？你明唔明啊？如果你要真係日日追嘅，就上翻我哋致富頻道 ，OK？ 就係我嘅 YouTube 咧，我就朝頭早咧，我同阿 Vicky 咧就係11點半至12點咧，都會日有啲咩股票講啦，有啲咩 number 問啦，有啲咩嘅趨勢睇啦。每日嘅11點半至12點，除咗我放假 ，OK？ 咁都會同大家做，咁所以嗰啲就即係捉得更加緊少少。咁今日嚟講，我就輕輕咁講，一陣間或者可能我會再講多少少。咁我交翻俾個時間，即係我嘅總結就係呢3個月大家都理論上應該係安全嘅 ，OK？ 咁我然後交翻俾時間啦 ，Vicky。好啦，中美就暫時蜜月期，咁但係成個中美貿易戰之下咧，即係 Jenny，你見到啲板塊嘅資金流係點樣㗎？Hello， 聽到啦。咁其實咧，呢個中美嘅貿易戰咧，其實我諗大家可能最近炒得最多嘅咧，都仲係恒指啊。係啊，因為始終咧，大家可能發現啦，同 Trump 1.0比起身啦，今次個恒指整體表現咧係要強過上一次嘅。咁講緊上一次咧，可能受到個消息影響，動輒就2000點啦。咁但係你哋見得到今次 Trump 2.0，就算真係出到啲乜嘢唔好嘅消息嘅時候，嗰一日我記得好似期指係先。大家估係插1000點，但係其實即日咧就已經收翻幾百點上嚟，咁所以其實真正個影響咧，大家已經開始慢慢適應咗，知道阿 Trump 咧其實多數都係出口術啦，咁所以咧反而係捕捉咗呢一啲咁樣嘅上落嘅機會，有機會可以俾大家去買到一啲低位。咁譬如話嗰日大家覺得跌咗成1000點，但係個消息其實冇乜實質性嘅影響嘅情況下，咁大家可以喺低位度撈咗啲恒指啦。咁見到當日咧都有好多投資者咧，其實喺個指數嗰啲牛熊證裏邊咧賺咗唔少，分分鐘仲要係賺2轉，即係上嚟嗰度賺咗1轉，跟住調翻轉頭落嚟又賺咗1轉。咁所以今年咧比起Trump 1.0嘅時候咧，整體大家見到個大市成交啦係要明顯高咗好多啦。咁同埋咧喺窩輪牛熊證裏邊咧，整體個成交都係高咗嘅。咁
當然我哋唔係話成交就代表一切啦。咁但係至少喺指數牛熊，大家見到個街貨分佈圖都唔會係再稀稀疏疏咁講緊200-300張期指喺一個地方就叫做重貨。而家動輒咧都有2000張左右對沖期指張數嘅牛熊證喺度叫做重貨啦。咁所以整體個市場氣氛係暢旺嘅。咁同埋我都好贊成 Eric 啱啱講到啦。咁其實資金咧有機會喺即將貶值嘅美元當中啦出翻嚟，咁可能換翻啲港紙啦，又或者係換翻啲人仔啦。咁啊覺得呢啲貨幣相對比較強勢啲，咁而且個估值咧啲股份嘅估值亦都相對低啲啦。咁所以亦都會留翻去一啲我哋覺得估值相對比較低嘅，譬如話係一啲科網股啊，我哋成日聽到嘅即係阿里巴巴、騰訊啊，或者其實美團而家大家就唔係好講啦，因為始終近排個弱勢令到大家有少少卻步嘅。咁可能多翻少少投資者會留意翻一啲新消費板塊，譬如話好似 Pop-Mart， 咁就係一啲可以提供到大家情緒價值嘅一啲消費板塊，大家亦都會關注啦。咁再講到仲有一個板塊咧，就係我哋講到中美角力嘅時候咧，經常都要睇到一張 chart， 就係究竟中國去美國出口嘅有啲乜嘢？美國即係去中國，即係出口去中國嘅有啲乜嘢？啱啱 Eric 講到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大豆。咁當然啦，我哋未有太多嘢可以炒到大豆嘅期貨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嘢，譬如話好似一啲叫做飛機零部件，仲有一啲譬如話中國去美國出口比較多啲嘅就係智能電腦同埋手機芯片，就未必啦。咁但係芯片係一個我哋可以一陣間再講講嘅板塊啦。咁智能手機或者係電腦呢一 part 咧，其實都係大家會好關注。咁所以你見到中美角力嘅呢一轉裏邊啦。咁你見到其實好似一嘈交，跟住侵侵就拎出嚟講，就係我唔俾啲飛機零部件過嚟中國啊！你唔買大豆，我唔開心啊！即係類似佢就會 keep 住圍繞住呢個幾個板塊喺度炒。咁而中國嘅芯片股再加，即係譬如我哋平時講到嘅981啊芯片呢啲，同埋華虹芯片呢啲，其實都係經常都係隨住嗰個中美個角力喺度慢慢咁樣演變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會隨住佢哋嗰個友好程度而出現一個上升或者回調嘅機會，可以俾大家買入，甚至係做沽出。因為窩輪牛熊證其實可以做兩邊，既可以做睇好，亦都可以做睇淡。咁所以咧，有好多投資者喺呢個981同埋1347華虹中國即係呢個芯片股當中咧，其實係玩得非常之開心嘅。咁另外一 part 就係譬如話手機板塊啦，我哋有講到一啲好似2382啊，或者係2018即係瑞聲啊嗰啲股份咧，亦都係大家會見到一有啲咩依喐嘅時候咧，佢就會有一個好大嘅 fluctuation。咁正正係呢一啲波動，正正係呢一啲波幅咧，會令到大家喺個窩輪市場當中咧玩得非常之開心。咁同埋我都好即係我都好同意 Eric 啱講到喺呢一轉裏邊，大家唔係好相信即係中美係真正係 friend 翻啦，因為始終都係大家都知道 Trump 嘅習性就係可能今日講咗，聽日就可以反口噶嘛。咁所以你見到今次就算傳咗啲好消息出嚟嘅時候，個市場並冇反應得非常之熱烈。咁相反地咧係，該回調就回調，該上升就上升，猜住喺條50天線，恆指已經差唔多2-3個禮拜，成個月喺度啦。咁大家都估緊佢上定落。咁喺呢啲爆邊嘅時機，咁大家如果要用充分咁樣去用一啲輪證，去幫下大家用好少嘅銀碼去搏佢，即係大家都唔知係爆上定爆落噶嘛。咁所以用一啲好少嘅銀碼，少少嘅錢，保留住大部分資金嘅子彈同埋實力。跟住留翻後市，我哋真係見到明朗嘅走勢嘅時候，再去用一啲正股或者係甚至即係巴仔一陣間會講到嘅 ETF 嘅產品去部署大部分嘅資產，而小部分嘅資產就搏住佢呢一下唔係好喐，準備爆邊嘅時候，用翻啲槓桿減低個銀碼去入市，咁就有機會其實搏到後市嘅一個即係好似啱啱咁樣回調嘅機會，我哋就可以搏到佢爆升嘅一個潛力喺度咯。總之用咩工具咧，都係要睇住個市個方向啦。咁所以即刻要問埋其他嘅大市方向，因為知道咗中美貿易戰甜蜜期啦。咁但係聯儲局究竟12月而家特朗普鮑威爾又話未必真係會減息嘛？佢突然之間咁樣嘅放鷹，大家要點睇嚟緊個部署咧？同埋你見到美債息因為呢個嘅減息嘅不穩定性個升溫咧，創咗咧4月以嚟最大嘅單星期升幅，10年期同2年期債息都創咗單星期最大嘅升幅。究竟要點樣去睇聯儲個放鷹同埋債息咧？問晒 Eric 同埋巴姐啦。好啦，咁我先咧，交個波俾你啦，巴姐嚇。嗱，咁咧我長話短説啦。留意翻 Fed Watch 咧喺12月咧，而家得翻呢一個嘅66.8% 咧係會減息嘅，減咧係0.25啊。咁即係最主要原因咧，嗱，而家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其實而家最擔心嗰樣係通脹，但係而家最大鑊嗰樣嘢係咩咧？
我想問一問啊，有冇人知道咧嗱呢個冇獎品嘅，唔係，不過我唔知有冇人就咁啊。嗱，知唔知大家知唔知咧聯儲局停擺咗幾耐啦？而家即係個政府冚閂咗門幾耐啊？幾耐啊？大家知唔知啊？大家知唔知道美國係停，即係個政府係停緊嘅？你知唔知啊？知㗎嘛？知㗎嗬？知啊！而家咧其實係停緊31日啦，係破咗紀錄㗎。OK， 嗱喺呢停擺嘅當中咧，最大鑊嗰樣嘢係咩咧？佢冇公布一個好關鍵嘅數據，就係啲通脹嘅數據。嗱，其實當然啦，有啲陰謀論又講陰謀論啦，當然啦，即係純陰謀論啦，就係話喂，即係而家可能美國通脹好勁喎，美國政府根本就已經唔敢再公布呢個通脹，但係咧聯儲局方面咧又要冇辦法。阿 Trump 一定要屈佢，即係屈阿鮑威爾啦，減0.25先。咁所以咧死都唔敢公布通脹，因為咧如果一通脹咗，一政府一開翻咪公布通脹咯。一公布通脹發覺唔對路啦，哇！咁聯儲局唔減息咯，係嘛？嗱，所以咧呢個係陰謀論，聽清楚係咪真咧？冇人知。但係而家即係我比較肯定一樣嘢咧，大家係即係要真係清楚一樣嘢，就係美國嘅通脹係要擔心嘅，因為大家知呢個係比較肯定一樣嘢，就係而家個供應鏈咧。係全球化係取消，即係美國要將所有嘢搬翻去嘛，係咪？但係你諗下，美國嘅人工同中國嘅人工，即係邊個高啲啊？大家覺得係嘛？梗係美國啦，唔使講係嘛？即係你冇理由生產螺絲就喺美國生產，你梗係中國生產同埋東南亞生產。而家個問題就係 Trump 就要將所有嘢搬翻晒翻去。OK， 咁即係話喺未來肯定一樣嘢就係美國所有製造嘢都係會貴。咁所以嚟講咧，大家要留意翻一樣就係，如果係通脹上升嘅。即係政府開翻門之後，發現個通脹唔對路咯喎，咁究竟佢會唔會再好似大家咁講，係真係一廂情願地減息呢？嗱，呢一個係值得大家去留意一樣嘢嘅。OK，咁如果唔減咁又點呢？嗱，又係大家值得一樣嘢。咁所以咧嗱，我就呢部分呢，就遲啲再講，留翻喺我個台嗰度再講。咁但係我會俾一樣嘅大家嘅，我比較肯定一樣嘢啦。嗱，大家要部署啲咩呢？就係第一，通脹相關嘅嘢係必須要嘅，所以點解解釋緊啲黃金點解係會爆升咗上去呢？嗱，而家跌翻落嚟，我覺得咧升得太急嘅，老實講，升到4300、4400係過分地投機。但係如果黃金係落得翻3700、3800嘅，唔係冇機會㗎啦，隨時真係有機，因為而家大家蜜月期啊嘛 ，OK， 蜜月期呢啲避險嘅嘢就會跌嘅。如果真係碌翻落去嘅話咧，大家係絕對有需要部署呢啲抗通脹嘅嘢。第一係金啦，第二係資源 ，OK， 資源係抗通脹嘅，尤其是你發覺嗰啲咩金銀同鐵石啊、鋁啊呢啲咧，全部都升緊嘅。你發覺咧咩中國鋁業係咪破頂啊？即係其實大家投資者係已經明白咗個通脹係未來必然會上升嘅。咁即係話呢啲價格係會上升 ，OK。第三就係嗱，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美元會貶值啦，美股可能會有風險啦。咁如果大家覺得死啦，我唔識玩美元啊，唔識喎，咁點算咧？嗱，美債都未必唔係一件差嘅事，因為點解咧？嗱，你唔好買100蚊樓上嗰啲啦嚇，而家都仲有啲98啊、98啊、99，仲埋短期少少嘅。咁你不妨可以買翻嗰類型嘅，因為嗰啲咧風險低啲，同埋你就算坐咧，可能1-2年你起碼變翻攞翻個本先，同埋未來你起碼攞翻3厘幾息。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聽清楚，如果美國經濟出現問題，尤其是而家啲 AI 咧，咪係話 Amazon 又炒幾多人啊 ，Google 炒幾多人啊嘛。如果失業率一爆上去，美股而家嘅估值係極高啊。到期時咧，如果美股出現一個問題嘅時間咧，即使通脹高，聯儲局又會行翻之前係瘋狂減息嘅。如果記住瘋狂減息嘅意思係咩？佢唔會係0.25、0.25嘅。如果睇翻之前嘅每一次金融海嘯咧，佢係0.5、0.5、0.5咁減嘅，係直接減到0，然後再放埋水，咁你就發達啦。咩叫發達咧？如果你唔識買股票嘅，你又唔想買錢係定期嘅，你淨係想擺錢係安全啲買美債，咁咧呢啲就有機會個價格都會升埋上嚟嗱。咁所以嚟講咧，我嘅建議好簡單嘅啫。第一就係買商品、黃金，然後第三，如果你真係風險意識係即係好驚唔識買股票，唔想再買呢啲啦，美債唔好買100蚊樓上嗰啲，仲有啲100蚊樓下嗰啲，咁係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咁啊，睇下巴姐啦，你哋都好多產品啊，係美債啊，即係呢啲會唔會有呢啲嘢？
係啦，嗱，我哋今日都好高興可以有再代表南方東英同大家見面啦。咁除咗 Eric 頭先講一啲黃金相關，其實我哋都有啲產品嘅。咁但係如果集中講翻話美債相關咧，我記得上年咧我哋分享嘅時候咧，美債即係當其時就仲淨係上年減咗一次啦。咁今年以嚟咧就終於等到9月份又再減多一次啦。咁就變相就係投資者都會話，咦10月份又再減多一口，12月頭先Eric講到嗰個嘅確定性未係咁高，咁點樣去配置咧，或者點樣揀好咧？頭先 Eric 講嗰個就相對比較極端嘅例子啦，即係你講到話經濟好差啦、衰退，咁樣對於一啲長年期嘅債息咧，其實個敏感度就會係最高。咁攞翻話20年期嘅長債啦、美債嚟講咧，之前我哋見到喺呢一個嘅中美關稅戰啦，或者係股債會三殺嘅時候咧，20年期美債咧嗰個嘅債息抽高上到去5.1%，咁但係去到嗰度，我哋都有叫大家就係話，咦，不如買翻啲美債相關嘅 ETF 啦，因為我哋都有一隻3433，就係美國20年期或以上嘅長債，當其時咧嗰個3433嘅價格落到去65、66嗰啲位置，我哋都有提大家，其實係非常之值博，因為你債息上到5.1%，咁而家大概都係4.7、4.8左右嘅呢啲位置啦，咁我哋相信其實就算12月真係保守啲啦，12月唔減息，但係減息週期已經開始咗，下年減息嘅機會仍然係有嘅話咧，其實投資者不妨分散下你哋嘅投資組合，唔好淨係揸港股，唔好淨係揸美股，買翻一啲黃金啊，甚至有啲進取啲嘅投資者中意買一啲虛擬資產咧，其實喺致富證券嗰度都可以買到一啲相關嘅 ETF。又或者你話咦買美債，我係咪一定要有美金㗎？又或者係一叫要好大額先至可以攞到美債嘅 exposure？其實唔係，因為咧用我哋3433好簡單直接，你有致富嗰個平台有港紙已經可以直接買到，而且就係話咦你港紙就買得啦，而且佢就每一個季度去到派息嘅。頭先有講到話20年期美債都仍然係喺4.6左右呢啲位置或者以上啦。咁所以變相你每一個季度收息嘅話咧，起碼佢未減息，你都有少少嘅收息嘅收入。同埋就係話，如果你話睇翻比起美國一啲長債嘅 ETF 咧，大家有冇留意嗰啲 ETF 咧係需要收你30% 嘅股息稅？咁變相你話咦，我每一次收息都俾成30%，你一年起碼就冇咗1.5% 攞咗去交呢一個股息稅。咁但係你直接透過喺香港上市嘅 ETF 去到做配置咧，就冇呢個問題啦。即係所以你賺嘅息就全部落去你個證券戶口啦。咁而且到減息啦，我哋都做過一個叫做 backtesting， 過往嗰3次嘅減息週期咧，長年期嘅債總回報係做得最好。總回報就唔單止係你收息啦，就連債券價格嘅升幅咧，都係長年期嘅債券做得比較好啲。以往就係每一次減息週期大概減1% 左右咧，債券價格都有成16至17% 嘅升幅。咁如果你話我哋保守少少啦，每次0.25、0.25嘅話，咁你個債券價格都起碼有成3至4% 嘅升幅。咁所以啱啱減完呢兩轉息嘅話咧，其實我哋見到3433由之前我哋講過低位咧，65、66咧已經係上到去挨近70蚊左右呢啲位置。你話多又唔係話好多，但係起碼就係，咦你中間其實都已經收咗幾轉息，起碼就係如果你想做一個風險胃納比較叫做喺安全嘅環境底下去到配置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啲產品適合大家點都要有少少喺自己嘅投資組合入邊啦。需要善用呢啲投資產品啊！記得用我哋致富 App 就可以用晒呢啲咁投資產品。記得今日有現場嘅開戶優惠啊！好，咁啊即刻再問翻就係個成個大環境啦。好快 Eric 簡單答少少，究竟恆指啦2026年個睇法係點咧？係咪真係有機會上3萬點咧？同埋而家業績密集期 Jenny 有冇啲乜嘢要點樣去捕捉呢啲機會啊？Eric 答先啦。我驚講錯啊！我講錯我唔緊要。我就好似俾啲位你。我估3萬啊，你咯，大家想唔想3萬先？想。咪上啦，係咪？冇理由唔上啊，啱唔啱啊？4萬啊，4萬就4萬，我哋就笑住 ，OK， 搞多2場俾你係咪 ？OK， 嗱，即係我唔係亂咁噏嘅，你放心。即係如果我亂咁噏就即係大家咪當秘笈啊嘛先，唔會，因為有數據支持嘅。因為咧嗱，第一你見到咧，即係我記得之前同大家講過一樣嘢咧，就係話你要睇住個美金啊。美元一弱嘅話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叫咧MSCI 新興市場嘅指數嘅。
其實過往咁多年以嚟咧，都係即係美元嘅相反咩意思咧？美元一強個指數就跌嘅，美元一弱咧個指數就升嘅。呢個係咁多年以嚟都係一個比較穩定嘅指標嚟嘅。咁而家美元相對上嚟講咧，近期係強翻少少啦。你見，因為個貿易戰係即刻好似減除咗，大家對美元嘅信心又翻嚟嘅。所以咧嗰個亞太區股市方面咧，相對撇除日本呢啲有第二啲因素啦嚇。咁你話相對上，譬如香港方面咧，佢就好似冇咗之前嗰隻升勢啊！你見唔見到啊？即係之前啲避險資金冇落到嚟，咁而家去晒日本，因為日本啲 yen 而家弱到咁啊，升到50,000點到嚟係嘛？咁但係我哋唔係冇希望啊，我哋有保持一個正面嘅心態，就係咩咧？如果美元你話可能頭先我哋講到啦，第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中美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喂咁 friend 嗰度都，如果突然間又有咩風險嘅話，美金又會轉弱嘅時間嚟講，再加埋乜嘢嘢啊？嗱，關鍵一樣嘢好關鍵就係 yen 而家係咁平，我自己覺得冇可能。因為咧，如果你從一啲嘅你而家個中美日美息差嚟講咧，其實已經美國開始減緊息，你 yen 你而家日本通，你有邊個近期去過日本㗎？即係我你哋應該有啦，成日見你哋去啦，唔問你哋啊。即係我咩係咩？我成日去咩？嗱，我見到啲300 yen 店咧，已經唔再係300 yen 店同埋啲100 yen 店，越嚟越貴嗰啲嘢。其實你尤其是去東京啦，即係我親身去體驗下。其實你而家加上你日本個通脹，你睇數據就知，唔係我講啦，唔係我觀察，係越嚟越升得犀利。咁即係話其實佢係有需要加息嘅。今次唔加，10月都大叫加。嗱，日美嘅息差只要一逐步縮窄嘅話咧，其實 yen 係有需要升嘅。咁如果 yen 升咁啊，即係日本股市會點啊？喂，而家升到幾多？5萬喎，你跌翻落4萬得唔得啊？4萬都貴啦，嗰時你都覺得係咪？一5萬唔使多，4萬得唔得？如果佢跌翻落嚟嘅時，咁你要相信一樣嘢就係個資金係會咩啊？我先炒完呢邊，炒爆日本啦，炒完其他國家，美國又炒完啦，咁佢去翻邊度啊？香港咯。嗱，香港最好而家係咩啊？佢唔係3萬點啊嘛，而家得2萬，仲要穿埋2萬6添，你見到？佢而家咧嗱，今年靜悄悄地起革命。今年其實港股唔差啊，嗰邊先接近咧 year to date 到10月咧係接近30%，喺亞太區嚟講都唔差啊。但係比起其他地方，佢上年冇升，幾年冇升過，今年升1年啫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喺年尾或者下年嚟講，再升有冇機會咧？如果你話甚至乎年尾去到得翻2萬5，鬆啲啦嚇，佢係絕對有條件俾你再去俾啲基金經理炒到上3萬嘅喎。佢都係2成啫嘛。嗱，我2萬5啦，當升到上3萬幾多點啫？咪5000點係嘛？5000點咪2成咯，2成有幾難升啊係嘛？咁但係調翻轉，你日股你仲可唔可以升到7萬點、8萬點、10萬點好唔好？唔會啦，係嘛？咁所以嚟講，資金嘅輪動底下，我自己咁睇啦。如果美元開始轉弱，美國減息嘅話，咁有機會港股下年嘅表現會係好嘅。我相信啲資金係會由亞太區其他地方表現得好嘅市場流翻嚟港股。咁所以我覺得相對上大家係應該喺2026年抱有一個希望，但係喺未來嘅幾個月就唔會有太大希望啦。因為啲基金經理已經收夠籌㗎啦，其實你升咗3成咧，佢唔通臨尾同你搏埋上去咩？唔會啦，人哋出 B 仔，我成日都講咧，出 B 仔仲會唔會出埋2個月啦？我留翻下年出好過啦，啱唔啱啊？即係人性嚟喎呢啲係嘛？咁所以嚟講，我覺得11月、12月好大機會係會整固或者調整，留翻晒草力喺下年再升咯。咁啊，交俾睇下你哋 Jenny， 睇下你哋如果即係嗱業績公佈啊，或者即係港股啊，或者有冇啲咩產品，如果係即係睇得好少少，有冇咩產品啊？好啊，咁我都因為啱啱真係講咗好多，其實 Eric 其實提咗我一個好重要嘅嘢，我漏咗講。因為講到資金流嘅時候，我哋經常就係關注住科網股多。咁其實咧喺今年咧，其實我都做咗一個統計啦。咁喺咁多個板塊，即係包括咗科網股啊、手機設備股啊，仲有一啲貴金屬即係有色金屬嘅板塊裏邊，其實原來升得最多嘅係有色金屬啊。即係我哋講緊黃金升得好急。但係事實上，比黃金升得急嘅大有人在嚇，咁就包括咗一啲銅價、銀價，仲有一啲其他嘅一啲有色金屬，包括一啲金屬股啦。我哋講緊平時成日講嘅啲358啊、紫金啊嗰啲，咁大家都肯定有聽過，或者係甚至已經係炒過㗎啦。其實嗰啲升得仲急過啲金，係啦，即係嗰啲有色金屬板塊。咁所以正正係大家對於呢個即係資源股、金屬股嘅需求咧日益增加嘅時候咧，咁大家其實係可以考慮，即係喺佢回調，即係近排大家都知道金回調得好急啦。喺佢回調嘅時機裏邊，如果真係想搏一搏反彈，即係估佢有機會去翻
即係唔好話去翻黃金去翻之前嗰啲高位啦，即係你話升翻1-2千咁都合理啊。如果佢真係回到低位嘅話，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係可以關注下貴金屬板塊。咁另外講到咧就係咁啱我哋呢個 seminar 嘅 timing 好巧合地就落咗喺我哋最新一季嘅業績上面。咁其實咧中字頭嘅板塊咧，上一個禮拜同埋即係上2個禮拜咧，其實已經出咗一轉業績㗎啦。咁嚟緊今個禮拜或者係嚟緊呢幾個禮拜啦，其實反而會係一啲恆指裏邊重磅嘅一啲股份會出業績啦。包括下個禮拜最重磅，大家應該睇得最實嘅就係隻港交所388係啦。咁就因為今年大家嘅成交就有目共睹，咁中美嘅角力當中，中國嘅 bargaining power 強過之前喺 Trump 1.0嘅時候，亦都係有目共睹。咁所以整體個大市氣氛亦都係相對暢旺嘅情況下，今年整體個成交比起舊年咧係有明顯嘅提升啦，起碼提升咗2倍。咁因為我哋講緊舊年講嚟講去都係大市1200億成交，1300億成交，好勁㗎啦，叻叻豬㗎啦，係啦。但係今年咧，我哋講緊嘅係2000幾億收貨咯，3000億都正常咯，係咁樣嘅一個日均成交。咁所以當大家見到咁樣嘅情況下咧，咁對港交所有期盼咧係好合理嘅。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根據翻個業績嗰個日曆啊，去睇翻究竟有啲乜嘢準備業績出嘅時候，咁但係都要提翻一句，輪證產品啦有2種，認股證同埋牛熊證啦，佢個部署策略係唔一樣。我唔知道在場有幾多觀眾炒過窩輪牛熊證，我都係想時間有限，都係想舉手，睇可唔可以俾我睇下有邊個炒過窩輪牛熊證嘅？啊，得咁少？唔緊要，大家要炒到我哋之後怕炒。OK， 唔緊要。其實窩輪牛熊證真係好簡單，其實佢就係槓桿型產品。咁可能同巴姐嗰啲2倍嘅 ETF 都差唔多。咁其實我哋就係一啲槓桿型嘅產品啦。咁今年係多咗人參與窩輪牛熊證，因為佢槓桿高，入場費又平。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就算唔係好識，都知道其實佢個計法都係按翻正股個 percentage 升幅嘅 percentage。如果買啱方向，就乘翻個倍數槓桿，就係你可以獲得嘅收益。假設騰訊升咗1%，你買咗個10倍槓桿騰訊睇升嘅 call 輪，咁其實佢就係會升10%，係啦，就係咁樣嘅一個計法嘅。咁所以咧喺業績期嘅部署，好多人咧就呀，其實我呢隻又想報，嗰隻又想報，又有騰訊又有388，咁點咧？我又冇咁多錢報正股，咁其實就會考慮到用輪證。如果業績期之前就想take profit 走人嘅，用輪。咁就有機會博到大家個 expectation 炒高嘅時候，引申波幅上升，兼且有機會個 expectation 高嘅時候個股價上升，兩邊一齊上嘅話咧，其實就買輪會有着數啲。咁但係如果大家想揸到業績期，我要搏埋份業績出埋嚟，我先肯離場嘅，咁就可能用牛熊證會好啲。咁因為牛熊證就冇引申波幅嘅上落，咁所以如果你想搏到業績期之後，咁點解要擔心引申波幅咧？因為期權市場好得意嘅。其實佢同供求關係有關，個引申波幅嘅上落同供求關係有關。咁大家如果覺得大家都想搏業績期，就好似在座嘅各位啊，我覺得388升硬嘅，我想要佢搏佢升嘅，咁我就揾啲期權產品用槓桿去買上佢，咁等到佢出咗業績之後真係好啦，我就食糊走人。全世界都係咁諗嘅，咁個引申波幅就會夾升。咁到咗出咗嚟啦，哇！真係好好喎，升咗喎，大家都想走，想食糊，咁然之後個波幅就會跌。咁就係水漲船高嘅道理。咁所以如果你想揸到業績期之後，又唔想引申波幅回調嘅時候蝕咗個窩俾輪商嘅，咁就用牛熊證。但係如果之前嘅話就用輪，係啦。好啊，想問下資深投資者泡泡龍啦 ，Roger。喂，咁多即係入業績期有咁多外圍消息，作為一個資深投資者點樣部署咧？頭先講到究竟業績前部署一定業績後部署，你嘅策略係點樣㗎？首先我想講一講，好多謝智富證券安排呢個講座，因為我頭先有諗個組合其實係幾好嘅，因為阿 Eric 莊生咧，咁佢係專家啦，好明顯即係研究，咁有阿輪證嘅專家，有 ETF 專家，跟住揾我應該係代表一啲叫老散嘅，即係一部分老散啦，因為始終坦白講，我又唔係佢哋咁專家啦，咁我覺得呢個安排呢個組合係幾好，即係起碼代表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啊，咁我好明顯代表老散咯，咁咧我自己嘅睇法咧，你話我個人部署，首先講一講先，因為可能有部分人唔係好熟我，咁我係一個個人投資者啦，咁同埋我個 style 咧會進取少少嘅，即係我就唔係太喜歡所有錢，譬如買啲收息咁樣嘅，我比較傾向就揾啲增長股啦。咁所以頭先阿 Vicky 就問我話有咩部署啦，咁其實我自己無論喺港股啦，喺美股都好啦，或者 even 全世界。
其實喺23年開始，大家都知道，如果基本上睇股市都知道個主題就係 AI，因為 AI 應該係基本上代表咗全世界未來，尤其是23年開始，NVIDIA 開始叫做誕生出嚟呢個王者出嚟之後，成個世界增長點。咁美國好明顯就係龍頭啦，咁跟住楞到今年開始，連港股都開始炒埋 AI。咁台灣啊、韓國、日本其實呢幾年大家如果有簡單睇一睇佢嘅股市升，都係因為楞到 AI 嘅嘢，譬如台灣就台積電啦，韓國可能就係三星啦、海力士咁樣啦。咁我而家咧大家如果有啲人可能了解我知道我 page 啦，咁我傾向咧，我而家自己嘅部署咧，最近啦，我今年有兩個幾大方向嘅。我可以簡單講一講我幾大方向嘅部署。本身喺年初啦，喺年初其實我仲係美股為主，因為大家都知道上年其實港股喺9月先開始叫真正翻生，9月之前都係一潭死水啦。咁所以我喺上年基本上係100% 美股。咁今年年初咧，我都係可能7-8成喺美股，跟住突然之間喺2-3月開始 DeepSeek 開始出嚟啦，突然間巴巴開始發覺呢個世界開始，原來中國都有 AI。係令世界改觀嘅，令資金改觀嘅，包括我自己都改觀。原來中國都有 AI 嘅，即係唔係好似23年講到中國冇 AI 有啦，咁而低成本又做到美國做到嘅嘢，咁所以我將部分資金可能大約5度啦，咁就變翻做港股美股一半一半。咁去到最近去一直持有到可能到10月左右。我自己留意到啦，即係我觀察我分享下俾大家聽就係喺貿易戰，我簡單稱為2.0啦，就係阿 Trump 再講嘢話想宣戰嗰一日開始，大家一齊大跌之後咧，港股係弱啲嘅，擺明就你如果大家留意下，譬如日股啦、韓國啦、台灣其實都係 keep 住，包括美股啦，都係好快 recover 翻上翻高位，但係港股咧就係彈完之後再弱翻啲。咁我自己咧就比較傾向同市場一致嘅，所以我就會將自己啲錢可能7-8成。又擺翻美股，咁港股我都仲係會保留一部分嘅，係啦，咁呢個係成個大市嘅部署，即係我自己個人嘅部署啦。咁講一講啦，頭先我講過啦，我自己喜歡買增長股嘅，咁所以主題一定係 AI，因為 AI 成個產業鏈咧太長啦，由可能最上嘅可能有啲台積電啦，再上仲有嘅，咁而下面就可能有 NVIDIA 啦，咁而中國都有 AI 啦，咁譬如巴巴啦或者中芯啦，頭先講個芯片都有。咁 even 有啲喺內地嘅，即係 A 股上市嘅都有啦，譬如寒武紀咁樣都係芯片嗰類啦。咁如果你大家留意下，今年升幅最勁嘅，全部都係楞住科技嘢、增長嘢。同2-3年前玩法好唔同。2-3年前如果大家熟港股都知熊市啦，熊市咧簡單嚟講一定係高息股，所以上2年點解大家見到中海油啊、中移動升得咁好，反而你買巴巴騰訊你又會輸嘅。咁今年好明顯相反，咁要捉住個主題企，今年好明顯港股係資金市，所以我咧一定係買增長股、科技股為千祈，但係同我自己一個，大家如果睇我 page 都知咧，我自己揦咗嘢，我買咗內卷股嘅，買咗長城，咁揦咗嘢，咁其實呢啲就係有少少叫做我覺得可以某程度拗氣，或者想醒啲內卷股都有啲叫做好嘅，咁結果就係衰咗啦。譬如上半年點解泡泡咁勁，就係因為佢都其實係非內卷股嘅出口嘅。咁巴巴亦都有非內卷嘅某程度上，因為咧巴巴，譬如佢點解今年下半年升得特別勁，其中原因就係因為佢有雲增長，有出海概念，出海概念好緊要，即係咧無論你見到其實資金有一個共同點，無論美國、日本、港股都一樣，就係希望隻股咧盡量競爭越嚟越少越好，增長越嚟越多越好，盡量避開同你打咩價格戰啊，即係喺我哋今日講呢個會之前幾日比亞迪唔記得星期4、星期5就出咗比亞迪嘅出業績，又係利潤大跌嘅，咁股價都跌，咁原因亦都係打緊價格戰內卷啦，簡單嚟講。咁所以我有個叫做提醒啦，就係盡量避開內卷股，成個行業避開，唔好特別唔好，即係因為你唔好特別懶醒，好似我咁樣懶醒去揀一隻可能入面最好嘅，但係其實都未必係太好，反而你可能買我以美股為例啦，你就算唔識嘅嘢，冇咁研究深入嘅，你買 NVDA 其實今年都一樣賺到笑嘅。咁港股咧，我最近一陣阿爸爸都可以講多啲，因為我咁啱同佢溝通咧。我最近自己咧都買咗一隻三星嗰隻三星同埋一隻海力士咧。咁咧即係原來咁啱一陣阿爸姐都可以講多啲。咁我簡單講，因為我唔係話同佢夾定嘅，係因為我想買韓國嗰隻股海力士嗰隻，簡單嚟講咧就係做儲存啊嗰啲。咁而家其實炒得好 hit 嘅。如果大家有留意，無論美股嘅
我簡單講啊 WDC 啦、STX 啦或者 MU 美光啦，咁同埋SK 海力士啊，呢一堆全部都係呢3-4個月咧炒得好熱，因為產品簡單嚟講就供不應求，咁所以就價格就升咗上嚟，咁利潤自然一定係爆啦，咁佢股價都爆緊嘅。咁咧好簡單嚟講就係我覺得，咁大家都知道，包括我啦，even 我叫做有少少全球視野㗎啦，我日股啊、美股都有買，但係韓股其實坦白講我都未買過嘅。咁而喺美股咧，我想買係發覺係冇買唔到嘅，真係我 search 過係買唔到。咁反而港股有，咁一陣可以阿巴姐可以解釋多啲。咁我就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就係科技 AI 嘢，因為最近嘅業績咧，無論 Google、Meta 同埋Amazon 出咗，簡單嚟講咧，最大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未來嘅資本增長仲係會超預期，係又再超預期，所以。譬如點解見到有啲股你會跌咧？就係因為大家驚佢個資本增長咧太大，但係回報率相對冇咁高。咁呢個係個投資者嘅 concern。咁但係對 AI 成個產業鏈就係好事咯，因為你當係你金主啊嘛，你金主貨多啲金俾你，咁人哋擔心金主，但係你嘅下游係受惠。所以點解 NVDA 啊或者其他啲 AI 股點解呢個禮拜特別呢個禮拜亦都係相對上好咧？咁就係咁解。咁我簡單講埋最後一句就係咁通常大家一定包括我自己都成日都聽到就係講 AI bubble 啦，即係究竟呢個係咪個 bubble 咧？因為其實升咗由23年開始升咗好多㗎啦。我覺得咧唔係完全係 bubble， 係一定有 bubble 嘅存在，但係唔係完全係 bubble， 因為你見 NVDA 其實盈利係真係升翻好多，但係要揀啲股要小心啲，因為通常一個市升起嚟或者一個行業吹上嚟嗰陣咧，一定係魚龍混雜，一定係有啲嘢係。有啲甚至有啲中小型股係炒得仲勁嘅，咁嗰啲股通常最尾結果就係炒完之後發覺盈利或者收入個 story 咧講唔到落去啦，咁就會跌翻。但係有啲咧就會繼續延續到落去，所以我覺得簡單嚟講咧 AI bubble 係有，但係唔係而家會爆，都唔係而家會爆，所以可以繼續放心玩落去先。咁起碼咧，我簡單講一個徵兆幾時會爆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大企，佢哋開始話我要縮減資本開支啦。嗰個時候大家要小心，包括嗰陣一講呢句咧，個股市一定大跌。但係我覺得嗰下走都仲嚟得切嘅。咁你起碼升咗咁多，跌一下係 OK 咯。即係我嘅諗法係咁。既然大方向都係啲 AI 科技股啦，但係揀個股有啲難啊嘛，梗係用 ETF 部署啦。揾 Barbara 分享下科技嘅 ETF。我見大會講話最後5分鐘，我俾5個 number 大家。直接嚟，係啦。冇錯啦，我見到好醒目啊！大家啲紙筆墨已經 ready。嗱，講起話科指啦。我哋香港投資者冇放棄過科指嘅，經歷咗幾年。大家有冇印象我哋科指高位去到幾多點啊？11000點。而家我哋仍然喺6000點樓下。點解早幾年我哋冇 AI 冇 DeepSeek？頭先講啦，雲嘅服務早幾年未賺錢，全部都係一個揼錢出嚟投資嘅一個階段。嗰陣時都可以上到11000點，而家點解我哋唔得啊？而家唔係唔得，只不過係未啫。咁所以我相信咧，嚟緊科技都係我哋繼續睇好。但係正如頭先咁多位專家所講，你揀個股個難度係比較高啲。你睇翻好似百度咁，佢係第一個做 AI，有幾多投資者佢穿咗100蚊嘅時候已經揈甩咗，金轉嘅升浪又冇咗。咁頭先 Jenny 都有講。美團咦突然之間又要內卷啊，又有啲價格戰，同埋就係新能源汽車，亦都係有好多價格戰喺度。你點樣確保自己可以揀到一隻個股，而你揀嗰一段嘅期間，佢係升嘅咧？萬一你揀嗰隻佢唔升咁點算？唔係叫大家唔買個股，但係喺買個股嘅同時，你可能揀幾隻你中意嘅個股，你有信心嘅個股，再搭隻譬如科技指數相關嘅 ETF， 我哋嘅3033，亦都係全球最大恒生科技指數嘅 ETF。咁你變相就係，就算今日爸爸可能比較又要唞氣啦，咁可能騰訊啊，有陣時快手啊，亦都會輪住去升，帶翻住個指數去升。我哋個目標重上翻去11000，好唔好？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點解投資者咧喺成個10月份咧，其實流入3033嘅資金咧係超過40億港紙，特別是係而家呢啲唞氣位轉角市嘅話咧，有機會用翻一啲叫做安全嘅風險分散到嘅工具去到幫大家。好啦，但係頭先我哋講咧，我哋恒生科技指數咧，點解咁多資金去追捧咧？因為睇翻成個亞洲市場，
我哋恒生科技指數3033入邊係最多 AI 科技嘅應用層面，即係我哋叫軟科技。咁但係大家都有聽啦，頭先 Jenny 又好，普龍都好，講緊嗰啲硬科技，你香港數嚟數去都係中芯啊、華虹啊。有冇啲再專啲係做硬科技，亦都係可以對抗到呢一個中美貿易戰嘅咧？其實內地都有一個指數咧，叫做科創50，入邊頭先就正如你所講，第一大持倉就係大家最近成日聽嘅寒武紀，其次當然佢都有中芯嘅 A 股啦。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咦，我更加想集中呢一個係國產替代，受惠住一個國策嘅話咧，做到一個去美化嘅話，可以留意埋。我哋有一隻3109追蹤科創50嘅 ETF， 佢係入邊全部買緊 A 股嘅，咁所以變相你用致富證券嗰個 app 咧，你唔使有人民幣嘅，你直接可以用港紙，你撳3109就已經係可以攞到 A 股硬科技嘅一個 exposure。咁變相3033加3109就係港股 A 股嘅軟硬科技，你哋都有啦。咁但係至於美股啦，美股大家有冇聽？琴日黃仁勳去咗邊啊？食炸雞係啦，黃仁勳就去咗韓國度食炸雞。你見到咧 Nvidia 咧，之前180蚊嗰啲位咧，攞咗好耐，突然之間又係話有一啲嘅新嘅政策啊、新嘅 project 出到嚟，又上咗去200蚊一口氣。咁嚟緊啦，就會係出 Nvidia 嘅業績啦。咁我哋都有一啲嘅個股嘅槓桿，因為頭先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我哋一啲指數嘅槓桿。其實我哋南方東英今年咧都推出咗一啲個股嘅槓桿。即係買個股佢有2倍 ，Nvidia 我哋都有一隻嘅，叫做7788，大家都非常之易記嘅，7788就係 Nvidia 嘅2倍。咁因為你見到其實由180蚊升到去200蚊，已經升咗好多，仲未計佢之前已經拆細咗。咁所以變相啦，有陣時投資者可能話：我都係炒個短線嘅咋，都驚有陣時。頭先 Eric 都講啦，有咁多不穩定嘅因素，都會有擔心。咁所以反而就係用翻呢一啲可能短炒嘅工具。幫你攞到一個2倍嘅回報 ，Nvidia 嘅2倍就係7788。至於頭先普龍講啦，韓國你知唔知韓國係亞洲今年以嚟升得最多嘅股市，係攞翻佢個指數係 double 咗咁滯。你可能見日經由42000上到50000，升咗好多。其實韓國都唔差。咁睇翻頭先佢提及嘅2隻，都係 AI 半導體相關，海力士啦、三星電子啦，呢2隻你知唔知？外國嘅投資者喺韓國買入去，佔比超過60%，正正係因為佢哋冇喺其他市場做2次上市，咁所以變相咧，你要買，你淨係可以喺韓國市場買佢哋嘅正股，而外資已經係超過咗呢一個60%㗎啦。咁所以而家咧，俾到我哋香港投資者嘅一個機會就係，如果你都睇好三星電子呢一隻都係做咁多，無論手機啊、電視都好咧。呢一個槓桿嘅 number 就係7747，我哋5月尾嗰陣上市咧7個8上市，而家半年未夠已經上到去27蚊樓上㗎啦。咁至於你話Barbara 呢隻升咗咁多，我有啲驚喎，唔緊要，所以我哋有一隻新嘅，就係海力士7709。都係啱啱上個禮拜上市，都係7個8上市。我覺得你哋太醒目，你知唔知我哋上市未夠1個禮拜咧，已經有3億港紙流入咗入去我哋7709嗰度。咁所以如果你話，咦，我都係睇好呢個 Nvidia 生態圈啊，繼續睇好全球嘅半導體啊 AI 相關咧。呢幾隻產品，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加到大家嘅 watch list 入邊。咁我今日呢5個嘅 number 就派咗咁多先啦。琴日咧，即係阿黃仁勳，我俾人影到同阿三星個老闆食炸雞，佢哋咪搞緊啲大動作啦。可能韓國呢個股有計喎，即係唔係即係面頭先你推嗰啲咧，三星啊嗰啲可能真係有啲機會，即係大家留意下。出咗新聞㗎，係嘛？我見到佢哋影咗，係啊，出咗新聞都有合作。唔係我喺現場睇到啊，真係出咗新聞啊嘛。好，喂，好快幫阿姐 recap 一次啊！3109、7788、774、7303同7709，大家自己記得啦。咁當然記得，如果買呢啲 ETF 咧，用我哋致富 app 嘅，同埋好快俾少少時間 Jenny 咧，因為我知花旗個網站有少少 update 咧，都可以睇多啲少少資金流嘅情況嘅。好啊，我唔知道其實個 PowerPoint 有冇機會 show 到出嚟？有 show 到啦，喺個隔離喺隔離。咁我就簡單啲快啲嚟講下啦。咁其實因為我哋咁啱上個禮拜先 launch 咗一個簡化版
咁因為見到我哋去 branch visit 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投資者會分享，輪商啲網站太難用啦，有好多資訊，但係我唔識用啊。咁我淨係想要 number 㗎咋。咁你見到我全場 seminar 咧，其實係冇講過 number 嘅，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啲 number 好難記，我完全了解。咁所以咧，我就算俾咗個5個 digit 嘅 number 俾你，下邊嗰啲咩22642啊嗰啲，咁冇人會記得㗎，因為巴姐嗰啲四個 digit 嘅啫嘛，我啲5個嘅。好難記啊，同埋我啲相關資產太多，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知，咁啊 scan 個 QR code，咁我即係最左手邊係個 QR code啦，咁打開個相機 scan 咗佢咧，就係我哋個網站。咁而家網站咧，我哋會 default 做一個簡化版嘅，即係入到去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其實呢個簡化版嘅網站有啲咩好處咧，就係收取咗大家嘅意見之後，最大化大家嘅即係投資嘅收益咧，就係用最少嘅時間揀到最靚嘅嘢。咁我當時都問，因為我當時有諗過點解要用簡化版咧？有好多投資者係咪中意自己做功課，自己去揀輪？但後邊發現唔係，佢哋好醒。佢話：與其我自己揀，不如你揀埋俾我。因為我去揀一隻騰訊嘅輪，我好容易中伏噶嘛。我唔識揀嘅話，但係你擺得出嚟喺個 banner 度，就係你做得最好嘅嘢。相信你擺得上個招牌嘅嘢，唔會蝕我一鑊嘅。咁冇錯，只要你睇啱方向，我哋揀出嚟嘅呢隻嘢係我每一日。我自己精選出嚟嘅，即係我自己親手揀出嚟嘅嘢，咁就係我哋會喺嗰隻相關資產裏邊做得最好嘅 call put 牛熊全部都有嘅。咁所以譬如話你入到去入翻700，咁首先咧呢個簡化版會首先 show 翻俾你睇700呢隻產品，佢下邊有啲 banner 啦，你見到有啲 call put 牛熊啦，咁你就睇下自己想要啲咩方向，想用咩產品，咁你就可以跟翻個 number 睇翻個條款嚟買嘅。咁下邊咧，佢最好嘅位咧就係你入一個700，跟住佢就即刻 show 埋個資金流。譬如話南北水係當近排3至6個月有冇資金 keep 住咁樣入去，咁你會即刻見到你淨係需要撳700，下邊就有 show 噶啦。跟住再去下一步，中意睇嗰個花旗講得太快添。仲有嗰個牛熊證街貨分佈又係大家好中意噶嘛。都係唔使撳任何嘢，一路碌落去，跟住你就會見到，有埋你啱撳嗰隻，譬如話700，佢嘅嗰個牛熊證個街貨分佈又有啦，再去到最尾，窩輪同埋牛熊證嗰個樂觀悲觀情緒資金流，成條街同你一齊炒，究竟係睇好嘅資金多定睇淡嘅資金多，都有。再碌到最後邊就係 subscribe 我哋個 newsletter，咁你就可以每一日都收到我哋嘅資訊，就係咁簡單，一個版面，唔需要跳轉去其他網站。唔需要跳轉去其他網頁，就喺一頁裏邊全部搞掂晒，所以就好快啊！冇錯，即係無論係窩輪啊、熊證嘅資金流睇到晒啦。之餘咧，大家用個 app 之餘咧，用埋我哋致富 app，因為咧登記咗我哋客戶咧，都有我哋研究部一啲定期嘅獨家報告可以俾到大家，咁大家可以我哋寫嘅，冇錯，我哋寫嘅，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咁你就可以睇晒市場嘅方向啦。咁啊做部署嘅時候咧，就真可以致富了啦。記住加入我哋嘅 YouTube 啊！冇錯，睇埋 YouTube 記得 subscribe 大家賣廣告賣得咁行，係翻下我哋自己先。我哋有機會可能再請阿 Jenny 啊、巴姐或者係阿普普龍同我哋做一個節目嘉賓嘅，所以記得要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咁不如大家休息一陣先啦，我哋可以 coffee break 嗰時再冇錯，準備咗啲茶點俾大家嘅，咁可以轉頭陣間都會有股評人咧，紅磡索羅斯同大家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陣。好 ，Hello 大家好，嚟到我哋第2場嘅即係致富嘅一個講座啦，邀請到紅磡索羅斯咧同大家分享下即係2026年嘅佈局嘅。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就多謝 Vicky 啦。咁啊，喂個市就真係好旺喎，因為咧點講咧？我譬如我上年啦或者前年啦，我由呢啲講座咧，其實大家都係真係個人數冇咁多。依家咧真係次次嚟親啲講座咧，場場都爆。同埋因為有你，所以咁啊唔係，咁啊就我覺得個市好啫。好，咁既然係咁咧，即係即刻把握機會問下你啦。頭先我哋就話，喂 Eric 都講到有冇機會2026年上到3萬點？你自己點睇？而家講個睇法咧？嗱，我自己就覺得3萬點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保守嘅。點解會咁講咧？嗱，首先一樣嘢咧，如果大家仲記得1年幾前啦，嗰陣時我哋仲講緊香港係金融為主啦，即係大家嗰陣時15000點，大家都好驚啦。咁啊，自從今年年頭有個 DeepSeek 出咗嚟之後咧，我諗即係好似啱啱即係阿 Eric 嗰啲有分享，我諗成個投資市場對個睇法唔同咗，同埋你見到上年10月咧，中國成個政策方面咧對股市嗰個扶持咧
都唔同咗，因為始終你國內以前大家都知啦，你基本上所有人嘅資產咧都係擺喺個樓度嘅。咁樓市希望佢都即係中國政府都希望引流去一啲股市度，咁同埋都令到成個財富效應去振興翻成個消費嘅。咁我自己你話3萬點嘅話，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港股出年係好大機會到嘅。咁嗱，咁點解我會咁講呢？嗱，除咗啱啱講一啲啦，我哋一個好客觀嘅數據，點解？譬如如果熟我嘅朋友啦，都知我上年啦嗰陣時15000點嗰陣時，或者前年嗰陣時好一路都堅持投資港股。咁嗰陣時我出席好多講座咧，我都同大家講一樣嘢。嗱，你投資得股市咧，除咗我哋睇一啲政策方面啦，咁我哋睇基本面啦，但係我哋都要做一個好理性嘅投資者。即係有陣時咧，你知個市好差嗰陣時，一定係好多壞消息啊！即係等於正如而家個市好嗰陣時，日日都好消息㗎啦。咁啊，當時我就講點解值得投資港股咧？就係話港股咧嗰陣時個市盈率咧，你而家聽翻你都覺得好詫異，係7倍。即係你諗下，成個市場嘅市盈率係7倍。如果對上嗰10年啦，即係當然嗰陣時就有啲人會同我講話，喂，咁佢7倍，因為佢冇增長啊嘛。咁我嗰陣時就話你唔使咩嘅，你對比翻對上嗰10年或者對上嗰20年，你睇翻港股大概個市盈率喺邊咧？嗰陣時咧，大約係低咗2個標準差嘅。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覺得，如果你相信數據嘅人咧，咁你嗰個即係港股，其實你上翻去個機會率咧，其實非常之大，因為你低咗成2個標準差啦。咁去到呢一刻為止咧，因為今年咧好多啲港股一啲重磅公司咧嘅業績其實有增長嘅。咁而家大概咧，你綜合好多券商啊或者一啲 Bloomberg 啲數據咧，大約9到9.5倍左右，仲係低過10倍嘅成個港股嘅市盈率，大概係平時嘅正常水位度啦。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喺一個全球個股市都即係升得咁犀利啦，同埋個資金咁泛濫嘅情況之下，你唔夠10倍嘅 PE咧，其實我自己係覺得係好值得吸納嘅。咁第二樣嘢咧，你留意公司嘅業績啦。譬如呢一排你睇到，譬如中人壽啊嗰啲，即係 A 股嗰啲，全部都出緊盈喜嘅。咁你大家如果你有我見到呢度嘅即係啲觀眾嘅來賓啦，咁其實大家應該都有啲經驗㗎啦。一旦內險股嗰啲業績好咧，基本上你成個中國嘅股市嚟緊嘅業績咧，嚟緊講緊1到3年咧，其實一定唔差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咁合理嘅情況之下，第一估值平，我覺得第一個係值得去吸納港股啦。咁第二樣嘢我就覺得，如果大家你細心留意啊，上年咧或者前年港股係一潭死水嘅，但係今年咧有冇留意到日日都有 IPO？ 置富有冇優惠啊？有啊，梗係有啦。同埋我日日都寫緊一啲新股資訊，大家用我哋 app 就會見到㗎啦。係啦，你大家會睇到日日都有 IPO。咁日日咧，因為幾時會有 IPO 咧？就係市場旺。咁同埋咧，你都見到好多國內啊、券商啊嗰啲都其實都嚟香港都即係叫做拓展業務啦。咁啊，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咁你加上大家可以睇得到上年嘅港股咧，或者前年港股大約每日成交咧得700零億，即係你過1000億係好難嘅。基本上甚至乎有啲時間都400幾億、500億成交。你而家你基本上冇2000億咧，大家都覺得少。即係基本上咧，你如果睇翻差唔多前個月啦，有陣時甚至乎去到3000幾億。咁嗱，你諗下，你港股嚟緊有成2000幾億成交，日日都咁多 IPO， 咁你成個市場嘅氣氛咁好，同埋啲國外嘅投資者啦，其實對中國有改觀咗。個改觀就好似啱啱講嘅，因為有 DeepSeek，因為之前大家覺得中國係完全冇 AI 嘅，咁而家覺得即係經過 DeepSeek之後，就覺得中國有啲 AI，咁加上中美咧，咁貿易戰方面咧，其實係開始大家已經適應咗呢種環境，冇一開始咁驚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第二個因素啦，就係個港股成個氣氛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中國嘅政策。你基本上見到中國咧，我哋由2020年開始嗰陣時打壓一啲科網股咧，其實由前年開始，我嗰陣時我甚至會形容話，喂，球證都落埋場㗎咯，即係捉埋你隻手叫你去買股票嗰陣時，你見到日日推一啲政策就係點樣去保護個股市。咁我覺得係政策方面，嗱，你基本面第一方面你係平。業績有增長，第二方面咧就係你好驚嗰樣就係政策面方面。基本上而家中國股市政策面咧只會向好，唔會向差。咁你喺呢兩個咁加埋資金面方面，資金而家嘅推動，咁我基本上我自己都覺得咧，港股咧出年你話破3萬咧，其實我覺得個機會率係好大嘅。所以我自己係幾睇好港股嘅。
如果港股又睇好，咁美股嗰邊咧，因為而家成日又傳緊美股會唔會有啲咩 AI 泡沫啊？因為美股又 keep 住創新高，大家驚美股會唔會真係爆煲嗱？如果 touch wood 美股真係一爆，咁港股又點樣啊？嗱，第一樣嘢咧，我想分開兩樣嘢。以前嘅世界咧，我哋叫做 globalization，即係全球化嘅。咁我諗大家呢幾年啦，自己睇新聞都睇得到啦。其實而家全球所有無論股市咧，係去緊一個 deglobalization 嘅，即係各自譬如可能美國一邊啊、歐洲一邊啊，或者係即係中國啊，你見到係唔係一個開始全球化？我覺得美國開始個股市咧，對香港嘅影響係開始細嘅。但我講緊嗰一種咧，即係譬如你話美國個市可能跌。譬如尋晚，譬如納指跌2%或者1%，嗱，你可能對第二日嘅港股咧，未必個影響咁大。但係如果你真係發現美股出現咗一跌，譬如跌1%啊嗰一種咧，嗰種系統性咧，咁我覺得對港股嘅影響係一定會有嘅，同埋呢個都係大嘅。只要美股係一啲正常性嗰種嘅回調啊、下跌啊，其實我覺得同港股已經個關聯性已經唔係好大啦。咁至於講翻美股啦，如果你講 AI 咧，我相信咧。泡沫咧，呢個基本上人人都認同嘅。我諗呢度都冇人唔認同美股嗰個有AI 有泡沫。但係咧，如果你話睇美股咧，我都係繼續睇升嘅。點解會繼續出年咧，或者而家嚟緊都喺度睇股美股升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佢嚟緊嘅業績咧，特別科網股業績其實非常之好啊。因為始終大家覺得 AI 係一個起步，咁未來啦，咁大家都有一個基建方面啦，所以你見到好多啲大公司，譬如 Microsoft 啊。Facebook 啊、Google 啊，喺 AI 嘅建設方面係不斷咁使緊錢。咁使錢之餘咧，但係因為佢哋嘅現金流夠強咧，其實佢哋可以 support 到呢樣嘢。所以我覺得 AI 呢個就算有泡沫咧，我覺得都係你只不過係將你嘅 AI 嘅倉位咧降低少少，但係唔好話因為我驚有泡沫，我唔知佢幾時爆而唔買美國啲科技股咯。咁第二樣嘢咧，我睇升美國嗰樣嘢咧，就係話喺嗰個公司嘅嗱，除咗業績強之外啦，其實公司大家好多人忽略咗一樣嘢，就係美股其實好多公司都係一個不斷咁回購。回購呢一樣嘢咧，其實已經係令到即係已經係撐住佢成個估值啦。咁如果你話譬如標普500啦或者納指嚟講，你話講估值嚟講，差唔多我諗高一般正常嚟講，大約1.5到1.5個標準差左右啦，係有啲貴嘅。咁不過我自己就覺得，你只要將個比例減低啲，但係都唔好，千祈唔好話唔去投資。另外一樣嘢咧，喺政策面方面咧，其實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其實有個減稅政策，佢嗰陣時有個大而美嘅法案啦。咁呢一樣嘢咧，會令到嚟緊嘅美股咧，因為個稅制嗰方面啦，同埋一啲大而美一啲支出方面咧，其實嚟緊業績咧，其實會有一個一定嘅叫做保證嘅。咁我自己覺得，同埋貿易戰方面，咁而家大家都適應咗，冇第一個階段咁驚啦。咁而家又有啲緩和。所以我覺得美股咧都係繼續提升，不過美股提升嘅幅度咧，我覺得少過港股嘅。所以中美股市其實兩隻咧我都非常之睇好嘅。咁但係始終嗱，中國股市、香港股市又好，美國股市又好，都係要睇好多即係政策面啊，或者貿易戰啊。即係先講咗就係政策或者經濟層面先啦。究竟聯儲局減唔減息啊，或者債息上面嘅影響，企業盈利啊，又點樣去影響住即係美股個情況？嗱，息口方面咧，我自己就覺得啦。鮑威爾雖然就前幾日啦，佢就講完個息口之後，佢就話12月未必減息啦。但我覺得我自己睇咧，我就覺得你嘅投資期有幾耐？如果你個投資期我唔係今日買，下個月或者聽日要放嘅。如果我譬如今日買，可能我可以揸到半年或者揸到1年啦。即係我唔好講到嗰啲咩長線投資先啦。我話起碼你揸到半年1年先啦。其實我覺得個息口咧，呢樣嘢係非常之利好美股嘅，因為就算佢12月唔減，咁出年佢都落台啦。咁你可能1月啊、2月你都係減噶嘛，因為減息咧係一個週期，即係而家我哋個息口咧係面臨嘅進入咗一個減息嘅週期，而唔係一個即係加息嘅週期。咁你息口一向下咧，其實基本上你所有嘅嘢咧都係有利嘅。所以我就覺得，除非你真係好似話我要炒美債，或者係我對個債息嗰啲係炒即日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有啲影響。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我肯揸少少嘅，我覺得成個息口向下呢樣嘢咧，基本上係100% 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呢樣嘢係資金面方面都非常之利好，即係等於美國其實佢都面臨3樣嘢嘅。嗱，基本面方面，公司嘅業績不斷咁改善，公司有回購。
咁全球唯一可以揀科技嘅大嘅就係得美國。咁呢個係一個基本面啦。咁第二樣嘢，你話資金面方面，咁美國而家係減息啊嘛，減息週期。咁呢樣嘢對個資金方面，同埋聯儲局都停止咗縮表啊嘛，停咗 QT。咁呢樣嘢對資金面方面，其實同中港一樣，都係資金面都係強嘅。咁你無論喺政策面方面，其實你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係非常之關心個股市嘅。基本上股市只要一跌咧，佢又即刻安排一啲好利好嘅政策上去，同埋佢大而美呢個法案係實實在在真係減到個稅嘅。一減稅咧，咁你令到公司嘅盈利咧係好自然增長嘅，因為你交少咗稅，譬如100蚊，如果你要交25蚊稅，你今年只要需要交20蚊稅，咁你多咗嗰5蚊就係利潤嚟㗎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中美其實都係面臨基本面、資金面、政策面方面，其實都係偏好嘅。喂，既然樣樣都偏好，咁但係都仲係硬係有啲因素驚阻住㗎嘛，尤其是就係講緊個貿易戰啊，即係你知阿 Trump 出嚟講一句個市啊挫一挫，咁究竟係咪好似你嘅睇法會唔會好似就我哋頭先上一場咁？咦，真係可能有3個月嘅蜜月期喺度咧？定係你覺得唔係會有機會更加短咧？嗱，我諗呢樣嘢咧，我哋好難去咁樣去睇，因為始終我諗，如果你要評論特朗普嘅政策，我諗全世界知特朗普政策就係特朗普咯，甚至乎特朗普自己啊，自己都未必知。我自己都唔知我下一步想點嘅。其實特朗普佢係叫做咩咧？佢好多嘢佢係講得幾隨心嘅。即係佢可能即係等於係可能我哋傾偈咁樣試探式咁咯。我要加你稅，跟住之後發覺咦你冇乜反應，我加多少少，你有反應啦，咁我再減翻啲。其實佢下一秒佢自己都唔知自己想咩，所以我覺得喺政策方面係好難去預期嘅。但係我哋作為投資者方面咧，嗱我就分享我自己嘅持倉啦。咁我咧就係你見我咁睇個股市啦，但係我將我不嬲我都係100%都係擺喺股市度。我係減低咗少少就應對呢樣嘢，我係加咗我接近我自己資產分佈嘅30%落美債度嘅，買咗美債嘅。我覺得如果你就算你唔買美債啦，你只要將嗰個投資嗰個比例減低少少咧，其實預留少少現金咧，繼續揸住股票，其實我都已經去應對到，因為特朗普你真係好難去評論佢。咁要係你預計點樣發酵咧？即使係啦，成個貿易戰，即係個發酵嘅情況會點咧？即係投資者部署上，可能板塊上又要點樣去揀咧？嗱，板塊上咧，我諗中美方面啦，大家都譬如我先講港股啦。我自己個人咧就係最大持倉，呢度可唔可以講個人最大持倉？可以，好你中意披露多啲，我哋大家都中意。嗱，我自己個人咧最大持倉咧就係買咗隻港交所。嗱，咁啊點解我買隻港交所咧？其實我自己咧覺得嚟緊港股咧就係2個板塊嘅，就即係除咗係有關中國嗰個咧，就係科技股，因為全世界所有嘅錢咧，基本上都係追求科技股。但係有陣時我會諗，我唔係一個咁叻嘅人啊嘛，科技同埋日新月異個變化好大噶嘛。咁萬一我今次港股我睇到係一個牛市，咁我就買咗啲龍頭科技股，好似今年為例子，2年前美團係帶領港股喎。如果你今年嘅科技股你係買美團，美團都大啦。都即係幾個月之前，大家都知佢壟斷啦。喂，咁你今次可能唔單止個牛市你享受唔到，你甚至乎要輸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咧，一係咧你就可能揀啲科技股指數嘅 ETF 啦。咁我自己個選擇就係港交所，因為只要香港個市咧會創牛市而會創新高嘅話，港交所嘅成交啊乜嘢係次次都會創新高嘅。咁所以我自己以港交所去應對，咁我覺得科技股就要睇你啦，因為始終而家咧科技股有幾個方向，第一個 AI 啦，跟住第二個就係自動駕駛啊，跟住之後仲有機械人啊，我就覺得呢啲咧暫時喺中港股市度咧都係一啲初型，即係你未有一個好似軟件公司啊，即係大家都基本上仲係 AI，仲係一個基礎建設方面，你未有一個好似應用形式而好似當年嘅騰訊嗰一種嘅王者出嚟，我覺得呢一刻係難揀少少嘅。咁如果你又唔想錯失呢個咧，我自己就用港交所嘅，咁就為主導啦。跟住就副嗰啲咧就係揀一啲 AI 啦，都係科技股。我覺得港股，不過我覺得呢一排咧，大家可以諗多少少，就加多少資源股落去。因為點解話資源股咧？其實今次咧中美貿易戰咧，點解你見特朗普一下子好嬲嗰樣就係佢稀土嘅問題啦。咁基本上嚟而家全球化咧，
deglobalization 之後咧，每個國家咧其實對資源方面嘅掌握咧，其實都因為以前我哋諗啊嘛，我全球化，譬如我要啲乜嘢，我全世界揾個最平嘅就得㗎啦嘛。咁而家有陣時話，喂，萬一譬如美國咁諗，喂，萬一我到時傾好咗1年之後，你真係唔俾稀土我，咁我點算咧？咁所以我覺得反而資源價格咧，你留意下，其實一路咧係金銀銅鐵石，基本上所有嘢都升緊。我覺得可以少住加多少資源股，以科技股為主。港股方面，咁嗱，如果科技股咁，頭先你講可能都係啲阿里咯，我覺得暫時嚟講都係騰訊、阿里咁啊，同埋芯片嗰啲咧。芯片嗰啲我自己覺得就嗱，香港選擇咧就係中芯啦。咁但係譬如華虹啊、中芯，但係我始終覺得個波動性太大咯。係，但係而家佢哋講緊喂中美貿易戰，如果真係啲出口啊影響嘅話，咁其實又譬如內地啲國企又開始用國產芯片啊嘛，所以大家就諗，咁嗰啲芯片股、中芯嗰啲會唔可以起頭咧？唔係，我覺得芯片股一定得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我去買中芯啊，買乜嘢？我有一個好困難嗰樣嘢就係，我買幾大咧？即係嗱，當我有100蚊，我買5蚊落去中芯，10蚊落去中芯，咁我好輕鬆啦，咁去升。但係你諗下，如果你個中芯佔你嘅持倉，譬如係最大持倉咁樣，喂，佢每日個波動，你去唔到廁所嘅喎，同埋佢有陣時，同埋佢個估值都唔係平嘅。咁同埋芯片股咧，你而家留意啦，佢除咗即係可能國產替代啦，大家成日都炒啦，其實佢個再投資咧都幾大嘅。所以我自己覺得，一係以一個組合形式咯。如果你中意買芯片股，我覺得都冇問題。我覺得嚟緊都係炒呢啲，但係你可能要買多幾隻，唔好一注，唔好即係好似以前咁樣，譬如騰訊啊或者阿里咁樣買一注。咁我覺得要買多幾隻，要拉個平均數，因為個波動性同埋你好難知邊個係一個贏家咯。頭先咧有聽到你講話 AI 啊，啲無人駕駛啊，啲即係話機械人啊，你自己係咪揀？我聽你個意思好似偏好無人駕駛啊、汽車駕駛嗰類型嘅 AI 多過真係人形機械人嗰類啊？唔係，我都中意呢一啲，但係如果你喺個投資角度嚟講咧，呢一刻嚟講，其實我覺得都幾難嘅，因為譬如你話機械人嗰啲啦，其實你見香港上市咧，好多都係做其中一 part 嘅。即係你而家你冇一個嗱，你而家全世界嚟講，譬如你嗰啲機械人咧，最接近就係 Tesla 噶啦。咁但係 Tesla 而家咧，佢都唔係一個壟斷啊，或者乜嘢，即係而家未有一個龍頭出嚟。我哋炒股或者係唔係我哋投資啦？我最中意嗰樣嘢就係有一個明確少少嘅龍頭。咁我投落去咧，我就可以買多少少。但係而家我覺得暫時未有。咁所以同埋機械人股，大家都要搞清楚個業務究竟係啲咩？即係有啲可能機械人去做隻手嘅啫喎，有啲係做隻眼嘅。機械人股，但係原來其實做其中一 part 仔。係啦，就要留意。不過咧，嗱，我講咗咁多咧，我自己覺得咧，有啲咩股咧出年要避開少少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汽車股。其實我覺得而家中國咧，任何有關消費嘅股份咧，其實我覺得都要，我自己就冇投資啊。嗱，我就唔知大家有冇啦。因為點解咧？你會發覺咧，中國而家一啲下沉市場咧，內卷得好犀利。即係等於上個星期咪比亞迪個業績差嘅。其實係之前啲大行咪搶得好好。其實你只要翻過國內，你都知基本上差係一定。你5萬蚊一部車去到15萬一部車咧，其實個競爭性咧係非常之大，係。你真係你加價少少咧，啲人就唔買㗎啦。同埋你成個汽車市場都好飽和啦。咁加上而家其實你中國你經濟你都係一個轉型嘅階段啦。咁其實你只要諗翻一啲，當我睇唔清，即係譬如以我為例子，我覺得我份工都未必穩陣，或者我成個市場都未必睇得清。澳門年年走去換車啊，喂，有得揸已經好啦，係咪啊？甚至乎消費降級啦。所以我覺得一啲有關價格上咧，消費方面咧，我覺得要避開，反而真係擺多啲 AI，因為 AI 你唔單止係企業，因為 AI 而家啲支出咧基本上係企業俾嘅，即係企業係有錢嘅。另外一樣嘢就政府有補貼嘅。咁呢兩樣你基本上你個開支係一定有嘅。但係你消費嘅話，你唔可以夾硬，喂，你今年一定要買部車，或者你今年要點樣？所以我自己覺得出年咧，我自己會避開少少消費股嘅。喂，但係如果嗱車股嘅銷量你有擔心要避開，咁如果同一啲做無人駕駛或者汽車駕駛嘅嗰種 AI 係咪都要避開？因為個銷量唔得，冇人用佢啲車個技術都冇用㗎。呢個我就覺得就有少唔同嘅，因為而家大家係炒緊一個夢想，我覺得呢個就我會觀望咯。
我會觀望，我會等機會，但係基本上消費我就即係實在俾錢嗰啲咧，我就會避開出年。嗱，港股惠及嘅板塊或者係要避開嘅板塊講咗，美股又點樣？美股我諗唔使諗啦，一定係科技啦，因為基本上嚟而家喺個 AI 個建設方面咧，其實你英偉達咧 NVIDIA 其實即係獨大㗎啦。你睇個毛利率、純利率，其實基本上都一枝獨秀。我覺得美股就都係繼續買科技嘅。咁避開咧，有冇特別美國有啲咩要避開啊？美股嘅話，其實美股我想講咧，你撇除咗即係嗰7隻啦，科技板塊啦，其實標普500嚟講咧，佢剩翻嗰啲傳統股啊，或者一啲即係嗰啲消費啊，其實佢哋 PE 唔係好高嘅啫。其實美股甚至乎佢有啲個估值係平過香港嘅。美股而家貴咧，其實係集中喺個科技嗰幾隻。你話第二啲嘅話，我自己就覺得唔係太大問題。甚至乎有啲估值都係仲係算平。好，同埋我哋其實咧即係。定期好多咧講新股資訊嘅，即係你見最近無論旺山旺水啊、賽力斯啊，我哋全部都有好多即係智庫寫咗好多新股嘅資訊。咁如果係咪想抽嘅，咁大家其實睇下我哋啲報告，然之後再做考慮。同埋最緊要都係用我哋智庫 App 去抽就得啦。嗱，今日就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晒叔叔同我哋分享啦，亦都有機會咧，希望再邀請叔叔上嚟我哋 YouTube 頻道，再同大家好啊，再多謝大家。咁我都會繼續喺度嘅。如果有啲咩，我哋再傾下偈。冇錯。嗱，今日我哋嘅活動就嚟到尾聲啦。咁如果大家仲有啲問題，陣間叔叔留低都可以再問佢啦。同埋如果仲未用我哋智庫 App 嘅，咁把握今日咧現場有個獨家嘅開戶優惠啊嘅，同埋攞到現金獎嘅一個優惠，把握呢個機會去做埋呢個開戶啦。咁今日時間到呢度啦，拜拜。拜拜。